第二站我哋嚟到愛琴海岸，屋苑坐落於掃管笏，鄰近黃金海岸，擁有背山面海嘅優勢，遠眺悅目嘅海景同開揚山景。屋苑2002年起入伙，由7座大廈組成，間隔包括2至3房，會所規模超過30萬尺，設計以自然光同園林為主題，營造休閒嘅度假氛圍。愛琴海岸咧，其實由新鴻基牽頭發展嘅，總共提供1624個單位，間隔戶型就主要提供2房同3房。咁呢度嘅屋苑最大嘅賣點咧，就係可以望到一個非常廣闊嘅遊艇會海景，係深受一啲中意海景嘅買家歡迎㗎。咁而且屋苑本身亦都會有商場、會有超市同埋會所，亦都會有餐廳。咁所以非常之受到家庭嘅客人咧追捧嘅。交通方面，屋苑毗連青山公路、掃管笏段，有多條巴士及小巴線來往市區，揸車出行亦相當方便。對於追求生活質素嘅買家嚟講，愛琴海岸可以講得上滿足晒佢理想中嘅所有元素。不過呢度只係提供2房或者3房嘅單位，咁所以如果一啲想揾開放式或者1房嘅買家呢，就可能要留意返附近嘅新型屋苑啦。